中都是白柚清香。中秋过后的盛产季，彭玉怀正忙着取出柚子的果肉，保持外形完整。几笼的白柚靠人力加工，再一一填入内馅。闽南人是做八仙果，对，八仙果就是园林那边的人哈，对，做八仙果。我们客家人都是做柚子茶，它是酸的，我们柚子茶是甜的，甜的就要加柠檬。和客家传统酸甘茶一样的做法，取出的柚子果肉还要加入诸多配料。自家后院采的佛手柑是润喉关键，还有菊花、茶叶10几种秘方混合搅拌，回填封口，然后放入蒸笼。给风干，哦，风干哈，哇，就变这个颜色了。对对对。所以它在里面多久之后会变这个颜色？好像要10多天了，要蒸好几次哦。蒸几次，反复蒸几次。哦，蒸8、9次。久蒸久晒，让柚子慢慢紧实，直到柚子果皮黝黑干燥。固定封口的绳子也得一次次重新绑过，最后柚子像石头般硬实，才大功告成。对，最好晒太阳，最好晒太阳。青蒿那个甜食，喜欢什么天气？要好天气，后天。后天。最好有太阳再晒一晒，然后它就可以防腐，对不对？对。和酸甘茶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都可以拿来润喉爽身。彭玉怀发现柚子茶也能入菜，拿来炖鸡，让汤更清甜。煮的时候有没有哈？汤柚子汤先熬好来，熬好的时候才来放猪肉，再放到鸡肉进去。多元化的尝试，彭玉怀也开发出柠檬茶，突破柚子产期限制，让风味四季飘散。从酸甘茶到柚子茶和柠檬茶，客家乡亲再一次的有传统智慧延续风味，也跟着时代找新可能。青蒿马给甜食后甜，青蒿马给甜食后甜。